这届华人大地震有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哦，所卫部提供3套的低轨道卫星的设备来协助救灾，这嘛是头一届哦，有这款卫星使用伫救灾。所卫部长唐凤是强调讲，实际7次发现讲，这个由咱国家己研究制造的卫星提供的信号表现哦，是比预期更较好。4月6号的时候，刚好低轨卫星进驻，然后我们才能把那个讯息传下去。投入华人地震救灾的技术人员讲，所卫部透过行动车载去灾区的低轨道卫星设备，会当甲天上灾区的相片透过卫星传出去，对救灾进度是真有帮助。因为地震造成华人部分地区的通讯断去，所卫部伫接到消防署的请求了后，提供低轨道卫星设备投入救灾。数位部在中午12点52分呢，我们接到消防署的署长的电话哈，那署长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数套低轨卫星的设备投入救灾哦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大概在20分钟之内呢，就确认完成准备哈。因为这届是国内头一届伫灾难的任务内底，启用低轨道卫星通讯救灾。所卫部车站头一届召开例行的记者会，由部长唐凤亲身说明，强调这届低轨道卫星提供的信号是比原底按算的要更较好。这是第一次低轨卫星用于这个用途，而且低轨卫星我们本来在测试的时候，OneWeb 那边告诉我们的覆盖范围其实并没有完全涵盖这个灾区，所以可以说是优于预期的。唐凤强调讲，除了低轨道卫星，中轨道卫星嘛当咧装，亲像太平岛的中轨道卫星 SES 信号当咧测试开通，希望会当赶紧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